时代力量新竹市党团表示，新竹市进前有请真侪代理老师来代替正式的老师。今年因为别县市拢伫咧找老师，落尾咧，下届新竹市的代理老师拢离开。目前新竹市27间国小阁欠88个代理老师，恐惊影响到学生的权益。时代力量党团指出，新竹市去年国小代理教师占16.54%，比全台平均14.5%悬。今年国小正式教师却敢若开出2个人影，其中阁有27所国小欠88个代理教师。其实新竹市在讨论的教师缺额正式缺应该是112位，但实际上只开出了32位，其中只有2名是一般的正式缺，这是在国小的现状。而在公幼的部分是完全没开出教师缺。为了精简教育人事费而严密的控管缺额，像今年全台湾很多县市都开了上百个缺，可是我们新竹市呢只开了32个缺。教育处回应，今年的教师争取在7月初办理完成，嘛顺利找到32个国小教师。代理教师的部分，学校嘛已经开始办理精选，开了32个缺，那也在7月6号的时候进行初试，那也顺利的完成。那国中的部分，我们是以室内联合甄选的方式，那开了21个缺，那所以今年新竹市总共开了53名的国中小的教师缺额。那未来我们也会在教师缺额的部分再来审慎的评估。教育处讲，目前正在研究，自明年开始，让新竹市优秀的代理教师在精选的过程中，另外加分数，希望表现优秀的代理教师会使第一优先留在新竹市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